各位教育同工，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我係你哋嘅 Dicky 校長。大家睇到今日喺我背後爬上爬下，非常百厭嘅特別嘉賓咩？佢係我哋今日嘅貓主持拖肥。拖肥係一隻好奇心極度旺盛嘅貓。剛才佢為咗一隻飛蛾，試圖從梳化跳上書架，結果判斷失誤，嘣一聲摔喺軟墊上邊。有趣嘅係，佢完全冇感到氣餒或無面，抖一抖毛，換個角度又再嘗試。睇住拖肥，我想起咗一個極具啟發性嘅科學實驗。喺1990年代末，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個名為生物圈2號嘅巨大溫室，科學家喺裏邊種植咗好多樹木。呢啲樹喺完美嘅保護下生長得非常快，但當佢哋長到快要成熟嘅時候，卻紛紛倒塌咗。點解？科學家最後發現，因為溫室裏邊冇風。喺自然界，當風吹過樹木，樹幹會受到拉扯 and 壓力。呢一種壓力會促使樹木生長出堅韌嘅壓力木，英文叫 stresswood， 令其結構變得穩固。長大後先至能夠承受強風。冇經歷過風吹嘅樹根本承受唔住自己嘅重量。呢個正正係我哋今日要為大家導讀嘅失控的焦慮世代第2集嘅核心主題。上一集我哋傾到咗手機對孩子造成嘅4大根本傷害。今日我哋要嚟探討點解我哋呢一代嘅孩子會變得好似溫室裏面嘅樹一樣脆弱。而喺呢個數碼洪流中，男孩同女孩所受嘅傷害又有咩截然不同嘅表現？第一部分， AI 時代最缺嘅核心能力，名叫反脆弱力。喺我哋學校大力推動 AI 創新教育同埋 STEAM 探究嘅時候，我經常同老師講，我哋唔係要培養唔會犯錯嘅機械人，而係要培養具備解難能力嘅未來領袖。但而家嘅教育卻面臨一個巨大危機，我哋剝奪咗孩子發展反脆弱力嘅機會。小孩子天生就具備反脆弱力，佢哋需要透過適當嘅挑戰同風險嚟適應成長。作者指出，兒童嘅童年本來就應該充滿自由遊戲，佢哋會故意挑戰自己，例如爬高、追逐，因為咁可以學習風險管理。但係而家嘅家長因為過度擔心安全，將所有活動安排得穩穩妥妥，完全避免咗所有風險。當孩子長期處於過度保護嘅實體環境中，從未經歷過真正嘅挫折，佢哋就無法發展出應對風險嘅能力。當佢哋長大，進入青春期並準備過渡到成人期時，面對真實世界嘅挑戰，例如理財、社交衝突、時間規劃等，就會因為從來冇自己解決過問題而感到無從入手，甚至崩潰。第二部分，數碼洪流下嘅性別差異，分別係女孩嘅視覺監獄與男孩嘅現實逃避。除咗實體世界嘅過度保護，虛擬世界嘅零設防更將焦慮推向高峰。作者非常精準咁分析咗社群媒體對女孩同男孩嘅傷害，其實係有極大差異嘅。先講女孩子，點解社群媒體對女孩嘅傷害往往更顯著？因為女孩子天生對資訊更敏感，亦都更重視人際關係嘅連結，亦可叫做共融性。社群媒體上充斥住大量經過濾鏡美化嘅照片，當女孩每日睇住呢啲完美嘅影像，佢哋極容易陷入外貌比較嘅焦慮中，懷疑自己唔夠靚、唔夠瘦。加上女孩嘅攻擊行為通常表現喺人際關係上，網絡世界剛好提供咗一個完美嘅平台去散播謠言或進行網絡欺凌。研究發現，網絡欺凌特別影響青春期嘅少女，讓佢哋承受極大嘅社交壓力，甚至出現抑鬱。咁男孩子又面臨啲乜嘢危機呢？男孩子嘅危機在於逃避現實。
現今嘅教育系統往往要求學生長時間安靜坐住聽課，呢對天生好動嘅男孩嚟講非常困難，導致佢哋喺學業上容易感到挫敗。於是佢哋轉向咗電子遊戲 and 網絡世界，因為喺遊戲入邊，佢哋能獲得即時嘅回報同成就感。當現實世界充滿挫折，而虛擬世界充滿肯定時，好多男孩選擇咗退縮，對現實中嘅學業、社交，甚至未來嘅工作都失去動力，甚至拒絕面對現實。第三部分，老師同家長嘅暑假行動綱領，同佢哋同行進入適當風險區。各位同工、家長，了解到呢啲深層次嘅心理危機後，我哋必須改變我哋嘅教育思維。作為大人，我哋嘅角色唔係為孩子清除路上所有嘅障礙，而係陪伴佢哋學會跨越障礙。而家剛啱即將放暑假啦，呢個冇繁重功課嘅長假期，絕對係我哋幫孩子揾翻反脆弱力嘅最佳時機。我強烈建議大家善用呢個暑假，進行以下兩項思維與行動嘅改變。第一，把適當嘅風險還俾孩子，唔好再把暑假填滿靜態嘅補習班，帶佢哋去大自然，去有挑戰性嘅遊樂場，讓佢哋嘗試爬樹、踩單車、玩滑板。如果佢哋受咗一啲小擦傷，請收起你過度嘅驚慌，話俾佢哋呢個就係成長嘅印記。下次我哋就知道點樣平衡啦。門口有壓力木嘅小彩蛋，喺安全範圍內，讓佢哋經歷小挫折，佢哋未來先至有能力承受大風暴。第二，重塑真實嘅成就感，對抗虛擬誘惑。對於沉迷網絡嘅男孩，或者陷入容貌焦慮嘅女孩，我哋需要用真實世界嘅體驗嚟代替熒幕。喺呢個暑假，俾佢哋安排一啲需要喐手做、需要與人真實協作嘅任務，例如一齊策劃一次家庭露營，讓孩子負責一日嘅晚餐買餸與烹飪。當佢哋喺真實世界中獲得咗實實在在嘅貢獻感同成就，虛擬世界對佢哋嘅捆綁就會逐漸減弱。今日失控的焦慮世代第2集嘅導讀就到呢度。我哋分析咗孩子缺乏反脆弱力嘅成因，以及男女面對數碼世界嘅不同危機。到咗呢個系列嘅最後一集時，我將會同大家探討最宏觀嘅解決方案。政府、科技公司、學校以及我哋家長究竟可以如何進行集體行動，徹底扭轉呢個焦慮世代嘅困局？請大家密切留意。喺結束之前，我有一條問題想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作為我哋呢個暑假嘅實踐承諾。喺呢個暑假，你打算放手讓你嘅孩子或者學生去嘗試邊一項帶有適當風險或者挑戰性嘅真實活動，例如自己搭車去某個地方，學習一項容易跌倒嘅運動。你又會如何控制自己唔去過度干預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向我宣告你嘅暑假放手大計，我會一一閱讀並與大家交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嘅教育思維有極大嘅啟發，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並務必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所有習慣過度保護孩子嘅老師、同工同家長朋友們。最後，千祈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並打開小鈴鐺。我係 Dicky 校長，拖肥同觀眾講聲拜拜啦！我哋一齊趁暑假去勇敢冒險，下集最終回見。